15年全國語文競賽，台灣客語朗讀文章國小學生組施彥強編號號作業詹陽琪。連續前幾日同阿弟姑去流山花，我一路子本佢看，也是貴族，也是烏葉族、馬族、苗栗族、畲族。阿弟姑閒閒風問講：阿爸，讓我識按多族誒？係啊，因為俺客人學三項，對族較了解。族一生都有大用，做得拿來祈福種地福順做得地豐，族滅做得做立馬、本基、火蔥、米羅、摩林，族順做得食，族業、族學做得讀中族差做得做徛把、彈草結，春到嘅族頭族節不去燒火，火灰拿來葉皮，係清環保嘅用品。老屋感言對面大圳橋順，有一頓當高台嘅馬族，屋背兩間有一大片嘅貴族林。阿妹3不2時會去念貴族學，見馬族業洗槍洗澡，準備來讀中其關係用貴族學讀米中，用馬族業讀板中同民中。正宗嘅時節，族業族學嘅香味，連同中香花做水煙衝到貴族下，這係本人心肝肚記憶深沉嘅秘事。客人對族筍嘅利用當出名，細聞細炒就有幾項同族筍有關嘅料理，像係煲炕肉做皮湯，另外還做得炒肉滷筍乾。其中我最好食嘅係阿美路嘅馬族筍，切切又鹹鹹當茶飯，一盤可人推加幾下碗飯。往擺十圍場貴重嘅都係做立馬嘅，做工當有名。聽講年產量幾10萬擔，銷路一發賣到全省去。這樣時，家家屋面前排等將卒入來嘅族屋度嘅大人細子10萬變立馬。城里人踏出踏入，歸街路夜馬夜米嘅人鬧熱漸漸。不過，等時代變化，工業化嘅產品大量生產，便宜又耐用，傳統嘅東西尚無人愛咧。族對新人來講，還有特別嘅意義。那些飯餐唔聽人講，族小一徛出來，無處乖乖，無處挖頭切蝦。頭擺新人那個冇食過族筍炒肉絲。一燒落去，岩石就一籃很唔甘，木質等切出來。唔過過2-3日唔記得痛，又開始攀卡錄人呢。這時嘅新人冇乜嘅東西好搞，太自然就係幾道有料嘅天地。報紙雜就係樹立嘅，貴族記憶節就係球棍嘅。盤一炒就開始啲甜度搞野球，對下注搞到貪污，一下嘅太上險3陣，一下嘅太上險紅不冷，托天托地活動都會顯提起，大家都搞到汗流脈絡，一身奶滾滾嘅，滅到按摩洗手太人險轉爭入屋，唔過課題忙寫嘅。皮愛強行準備食足少嘅了。